港中醫藥文化源遠流長。香港特區政府成立後，中醫藥發展逐步規範化。1998年起，香港3間大學陸續開設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嘅中醫學位課程。1999年，立法會制定中醫藥條例，設立中醫師註冊制度，成立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，推動中醫藥納入香港醫療系統。現時，香港已經有超過1萬名合資格中醫師。2003年，政府開始喺全港18區設立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，作為醫教研嘅基地，並由2020年起提供政府資助中醫門診服務。2024年總服務人次約160萬。2025年年底，隨住中醫藥發展藍圖發布，香港首間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永久大樓分階段投入服務。中醫藥發展將會揭開新篇章，包括推動中醫藥優質服務發展，建立純中醫及中西醫協作嘅香港模式，走向國際等。中醫藥伴隨香港走過100年變遷，未來將會繼續守護港人健康，承擔新嘅使命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